新竹北部的碰风茶真出名，这款茶呢爱互一种叫做小绿球盐绿球咸，而且盐啊加过了后呢，产生着化学变化，这碰风茶才有一种特殊的气味。不过今年版茶时阵却去断着风台，雨水也影响着盐的数量，即马这碰风茶产量也减1/3啦。茶农当咧茶园内底挽茶，原底应该是收成的大日子，却因为前一阵仔风台，北部乡碰风茶采收期当着落雨关系，或者碰风茶上重要的烟数量减真济。今年碰风茶产量甲往年比减了1/3。所以我们靠天吃饭的哦，这农民呢真的是很可怜呐、哦，真的是说要靠。今年就这个像我家里的茶园就好。我那个比较在台风之前的长的，刚好碰到台风4天的连续雨，它的产量会差了1/3左右。主要不是对茶树的影响，而是对小绿叶蝉生长环境的影响。因为风大雨大的时候，小绿叶蝉不容易存活，所以导致茶叶产量还是有，可是要产到真正碰风茶，人家讲的具有花香、蜜香的那种特色茶哈，就产量会比较少。北部乡农会总干事指出，往年碰风茶平均一斤价钱差不多是4200左右，受到产量少以及这几年人工成本成长的关系，这茶成本是愈来愈悬。不过这部分农民嘛是拢尽量家己来吸收。这几年虽然包含我们的工资、采茶的工资也好，各方面的成本、生产成本稍微提高，可是这2年我们农会看到的就是，茶农朋友针对碰风茶，尤其比赛茶的部分，价位都稳定的，并没有涨价。碰风茶是北部地区非常重要的农产之一，但有上亿的产值，主要就是因为当地的气候温度真适合烟炭种，才有办法生出品质好的碰风茶。今年受风台影响，当地茶农只希望影响唔通伤严重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